那么接下来是由苏扎学校。第16世大爆发，1965年接下来是由这个苏扎学校，还有这个由第16世大爆发所成立的这个藏剧团的一些表演。
you
那么今天这个表演就圆满了。那么所有的今天的表演的演出者请上台，接下来会有法王还有主簿法王办公室给予哈达。在之前呢，有在祈愿法会的期间，也有举办过这个密勒日巴的舞台剧。那么，接下来请法王上台为我们开始。